三鄉嘅德萃花園同埋華發觀山水呢兩個樓盤，究竟邊一個好？邊個先係更加適合你嘅呢？我接觸過好多珠海香洲嘅客人，佢哋嘅選房路線呢，一般都係預算充足，肯定首選珠海嘅香洲再到坦洲，然之後呢到三鄉，有一部分最後可能會去到神灣同埋板湖嗰一帶嘅。下面呢，我將從幾個角度嚟分析一下阿德同埋阿發呢兩個樓盤啦。佢哋嘅相似之處咧係咩呢？其實價格真係差唔多嘅，毛坯價5、6千，精裝係6、7千嘅。主打嘅一個剛需洗戶型2房同埋3房，唔同嘅係咩呢？阿德咧係位於三鄉同埋坦洲嘅交界處。對於坦洲同埋珠海嘅上班族嚟講，通勤會更加輕鬆嘅。阿發咧係位於三鄉同埋神灣嘅交界，位置偏啲遠啲，更加適合度假同埋養老。畢竟你要去坦洲同埋珠海咧，係要經過三一學校嘅，上學同埋放學嘅時間咧，容易發生塞車嘅問題啦。咁阿德嘅門口係靠住坦洲快線嘅。有啲戶型咧可能會有噪音，阿發係靠住五桂山，完全感受唔到噪音，非常之安靜。其實兩個咧價格差唔多，各有優劣勢，適合自己嘅先係最好嘅。